卫福部的医事人员性别事件资讯专区就线，捌因为性侵、性骚扰案件去互定罪医疗人员，就去互公布伫咧平台，民众会当去查。不过，医改会嘛指出，过去是有涉案的医生，他也被互定罪进前继续犯案，这点是要想办法解决。来到卫福部医事人员性别事件资讯专区，选择医师查询出现6笔资料，其中新北市执业的麻醉科医师趁机会威胁患者，互人判刑有期徒刑1年2个月；也有妇产科医师性侵病患，互人判3年徒刑。即马违反性别的医师资讯，会当上网络查，拄到性骚扰惯犯医师的民众，敢会去查？就是会想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去求证，看是真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个医生被判刑确定，你还会去就医吗？应该会降低的意愿吧。那如果是你会去查吗？应该不会吧？啊，如果要内诊什么的，你不会担心吗？内诊的话，我还是会想要找女医师吧。那医师医检、物理治疗等医术人员，若是牵涉到性侵等违反性别事件，经过判决确定了后，民众会当透过平台查询。目前成连结112年性别3法修法了后的相关案件，按过台湾医改会认为公开程度尚少。这样子揭露的标准远远不足，尤其过去曾经发生过郎医遭惩戒后更名转往他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而现在系统其实看不到惩戒记录，加上更名的医师也没办法提供足够的辨明身份的资讯来供查询。目前系统会当查询到7个医术人员资料。下晡出席活动的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这是第一阶段，若是修法进程的案件，卫福部表示还佫伫甲司法院协调。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怎么样去连结、借接，这个都会尽了很多的用心了哈。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医改会呼吁政府应该甲判决书、甲定价记录做资讯公开的第一步，嘛爱说明后续公开的进度甲时间表。医疗性暴力往往牵涉到权势关系，真歹提告。另外，诉讼也有可能爱过几多年，应该都爱公布性别调查确定，也搁伫咧司法审理的案件。记者采访报道。